这是什么意思？这7个意思就希望哦，你会当有我7摆机会，我一定好啊利用这7摆的机会哦，豆豆啊，增加我伫你心目中的分数，一直到100分为止。7届机会，除了拄开始拄到伊迄几摆，甲伊有淡薄误会以外，确实是每一届甲伊见面，伊拢有加分。哥哥，你完怎了？是碰煞尾啊！不是，我唔是故意。我看到你这个人哦，心肝是袂歹啦。不过说到我背离袂哈，前5岁我是阿飘，即摆到5岁我是单亲妈妈。你是毋是目睭有问题？敢有需要替你介绍工课去洗目睭？洗你一颗大头啊！洗啥物目睭啊？今日机会来啊！今日啦！拍谁这？那是请我的不要呢。什么代志啊？你为什么摕我的杯啊？你这变态！真是帮这人有时阵心就软的，有时阵就白目，有时阵就有正义感，有时阵佫就自恋就冲动，真正是有人唔知要替伊安怎才好。结果我哪会去收着伊？我无可能真正去杀掉伊嘛。